即係唔夠力，其實都好常見。咁當然有唔同嘅病因啦。好多病人忽略咗就係其實除咗筋骨問題，下肢血管有阻塞都可以引致到相同嘅症狀。咁主要分別當然要做檢查啦。通常如果係筋骨問題咧，可能特別嘅一個姿勢啊，或者唔喐啊，瞓喺張床都會發生嘅。不過如果下肢血管咧，早期咧症狀係個人而異嘅，隻腳可能冇力啊，或者係個骨窿揦住抽筋啊、冤啊、痛啊。最主要嘅分別同筋骨咧就係大陽性，即係你行得急啲、行得遠啲，咁隻腳開始即係唔舒服啦，咁引致到我叫做間歇性嘅跛行，即係個血液循環唔足夠，令到你個病人行到一個路程咧就要停一停、歇一歇，等血液循環順翻啦，咁就可以再行翻。行路嗰個路程嚟講係視乎嗰個阻塞嘅嚴重性啦，越嚴重嘅話，咁佢行路嘅路程咧就越縮短。咁去到最嚴重嘅時候咧，就可能引致到即係唔行動，即係坐喺度都可以痛啊，或者潰瘍啊、紅腳趾發黑嘅情況都會有。咁就更加要留意，更加要及早要求醫去檢查下肢血管嘅循環足唔足夠。